继续返来台北，看到台北火车头人来来去去，发生着流浪汉伫咧相拍电动的代志。因为烦恼民众万不利去寻到拳头皮，安尼代志就歹收煞。拢总3个流浪汉伫咧台北火车头东回廊相拄断，一直互相甲对方呛赌，上尾真是气甲丢骹断地，其中2个一直拍，其中1个人一直拍到东一门店头的门卡口，互人拍的流浪汉气甲讲要提告，也毋过常常有人伫咧相拍，一寡旅客拢真惊吓。 2个查甫人冤家相拍，就算倒伫涂骹嘛唔肯煞，佮拍到人的店内去。台北车头内底这间有名饼店，昨透早门还未开，就有人来闹代志。会有啦，会有游民在这边打架，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争执，也是，我是看过几次。 原来是3个流浪汉伫台北车头小堵伫遐对墙，其中细张的查甫人伸出手去拍细潘的查甫人，2个人唔拿一路拍到东一门，佮拍到人饼店的门口。 车班很少的时候啦，你就看就很多人就进来，人少的时候是比较会担心。 3个人相拍闹代志，细潘的查甫人因为倒手镜头受伤，所以有案算要告。伫台北车头四界拢会当看到有流浪汉，即届发生相拍事件嘛，互旅客留一个无好的印象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